做什麼都不被看好，自問資質不算高，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，仍想去做。哪個可以給我什麼法寶？一朝得志，已受煎熬。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騰逃。生活像到底為什麼平凡人冷凍？多年我這麼一個，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或是我暗裏卻拼命相信，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都可發光，讓我熱情依然未乾。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騰逃。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？平凡人那麼多。多年這麼一個，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或是我暗裏卻拼命相信。我要找到地方，誰都可發光，讓我熱情依然未乾。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其實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。